如果你講係民意嘅調查呢，就唔可以去發動任何一個市民鋪天蓋地咁樣去做呢個投票，包括今日你哋全部咁多記者嚟追訪，去製造一個假嘅聲音。其實裏邊係唔合情、唔合理、唔合法，同埋完全代表唔到民意。我哋如果係需要一個民主嘅社會啦，我相信任何嘅投票都應該係有理據同埋有規限，而唔係胡亂。任何人喜歡投就投，唔投就唔投，亦去代表我哋嘅民意咯。有乜嘢嘅證據係每一個都係核實咗嘅身份，同埋係合資格，同埋係香港人？佢哋嘅身份證據我哋所知已經係我哋自己都親自試過係胡亂入一個身份證號碼，已經係可以登記㗎啦。